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趙作榮。前日8月15日世情國事嘅直播節目入邊，我同其他嘅參加者討論咗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以下簡稱協議。今日呢個視頻嘅話題係世情國事話題嘅延續，目的係從另一個層面睇一下地緣政治角力入邊，穆斯林世界究竟要點樣一鍋端對付特朗普同埋支持佢嘅地區內嘅惡霸。話說呢個協議由沙特阿拉伯首先發起，並於2026年8月7日響沙特嘅麥加正式簽署。作為協議嘅核心推動者同埋東道主，沙特響2025年9月已經同巴基斯坦簽署咗雙邊嘅共同戰略防禦協議之後，持續尋求將安全合作框架擴展到多邊嘅層面。2026年2月，美以對伊朗軍事行動引發地區安全嘅局勢惡化之後，沙特加速咗推動土耳其加入，最終形成咗三國集體防禦機制。以下可以從幾個角度睇睇呢三個國家各自嘅目標係乜嘢。第一點，先講一下沙特嘅意圖。由於長期依賴美國嘅保護傘，沙特響今年2月28日美以伊衝突以嚟，因為美軍優先保護以色列而面臨直接安全威脅，例如伊朗同埋佢嘅盟友對沙特能源設施嘅襲擊、胡塞武裝喺海上嘅封鎖等等，促使沙特轉向區域解決方案，通過整合土耳其嘅軍工能力，包括無人機、艦船嘅技術，同埋巴基斯坦嘅核威懾，駐軍支持已經響沙特部署嘅8000名武裝人員。沙特嘅目標係構建互補性嘅安全網絡，減少對單一外部大國嘅依賴。此外，協議又以沙特聖城麥加命名，而且秘書處亦都響沙特，從而強化咗沙特響中東地區嘅領導地位，體現佢通過宗教影響力同埋資金優勢主導區域安全議程嘅意圖。沙特外交副大臣明朗咁樣表示過，呢個協議唔係針對特定嘅國家，實質係通過集體防禦條款提升對伊朗同埋以色列嘅威懾力，間接提醒咗軍事力量自身難保嘅美國，中東再唔需要佢啦，從而建立咗沙特嘅伊斯蘭世界安全協調者嘅身份，鞏固沙特自身響地緣政治入邊嘅不可或缺地位。第二點係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嘅參與邏輯。土耳其嘅戰略擴張作為北約第二大軍事力量，土耳其通過加入協議拓展中東同埋南亞戰略中心，佢嘅國防工業包括無人機、彈藥等等，亦都可以借助沙特嘅資金同巴基斯坦市場實現技術輸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曾經強調，協議同北約第5條互補，既規避咗北約盟友嘅質疑，又強化咗伊斯蘭世界嘅話語權。第三點係巴基斯坦嘅安全同埋經濟雙重考量。作為唯一擁有核武器嘅伊斯蘭國家，巴基斯坦通過協議鞏固咗佢同不特嘅傳統軍事合作，就係話2025年嘅雙邊防禦協議基礎上係升級噶啦。因此，巴基斯坦會獲得穩定嘅經濟援助，同時借助土耳其嘅北約標準提升軍工能力，平衡佢同印度嘅長期對峙嘅壓力。第四點係關於呢個協議發起嘅時間線同埋背景。2025年9月，沙特同巴基斯坦簽署咗雙邊防禦協議，規定如果有第三方攻擊，就將會視為對兩個國家嘅侵略，為後續多邊合作奠定咗基礎。到2026年2月之後，美以對伊朗軍事行動就引起咗地區衝突嘅外溢，沙特境內多次遭導彈襲擊，美國安全承諾完全破產，美國嘅軍事力量神話亦都破滅。沙特應該可以話迫於無奈，加速推動土耳其嘅加入。講到呢度先做一個小結，宗教同法律本來係同源，響普通法 Common Law 嘅法制之下，有一個同宗教信仰敘事淵源甚廣嘅中古時代嘅教會法 Canon Law。 背景嘅原則直白咁樣講，就係普通法語境下嘅教會法，亦都係香港高等院校法學院當前講授嘅其中一個課程。比方追本溯源講一下家庭法、契約法同埋法嘅背景、歷史等等。
對伊斯蘭國家嚟講，由於政教合一，最高精神領袖亦都係法律等規章制度嘅終極詮釋者，以下簡稱詮釋者。然而，由於必須推動國家嘅經濟發展，伊斯蘭法律有必要採取兼容嘅辦法，否則無法同國際實施咗近一個世紀嘅國際貿易同埋融資嘅法律接軌㗎。因此，伊斯蘭國家必須採取兼容並包嘅辦法，將域外流通嘅法律，例如財經、金融、投資等等，由詮釋者授權佢承認嘅可蘭經學者出具有法律約束力嘅證明。證明嘅文件係關於呢個涉外嘅合同，必須根據合同內容同埋國際貿易法律嘅契約精神嚟辦理。呢種做法非常近似普通法法規之下嘅教會法 Canon Law， 以下簡稱類似教會法。因此，以上嘅事實同埋歷史脈絡印證咗今年8月7日響沙特阿拉伯牽頭之下拉上咗土耳其同埋巴基斯坦，響穆斯林信仰聖地麥加簽訂咗協議，從而藉住協議隱隱地向國際傳出一個號召全球回教國家團結一致，借此將西方嘅勢力逐出中東地區，就係話同全球穆斯林信仰嘅兄弟國大家一起合力，徹底將十字軍趕出不屬於佢哋嘅中東地區。我嘅理據係根據以下5個潛台詞。第一個潛台詞係通過響回教信仰聖地麥加簽訂咗協議，同時歡迎全球穆斯林世界嘅國家加盟，間接而不隱晦咁樣向不同宗派信仰，例如什葉派嘅穆斯林國家發出邀請函，提醒佢哋穆斯林入邊嘅信仰唔應該因為宗派唔一樣而互相存有敵意。而關於呢一點呢，其實沙特已經響2023年走出咗第一步噶啦，嗰一步就係通過中國從中牽線搭橋，促使遜尼派嘅沙地同什葉派嘅伊朗響北京握手言和噶。第二個潛台詞係美國支持嘅以色列曾經不斷叫囂消滅伊朗，徹底要將穆斯林信仰清除出以色列嘅範圍，而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曾經出言不遜，採取同樣嘅論調，因此呢個協議有唇亡齒寒嘅味道。第三個潛台詞係五眼聯盟之一嘅澳洲最近政局起咗變化，以歧視穆斯林為主要黨務嘅一個國家黨領導人周前曾經公開表態，如果下一屆大選佢有機會入主坎培拉嘅說話呢，佢就會佢領導下嘅政黨就會徹底對穆斯林信仰國家嘅難民關上移民入境嘅大門。第四個潛台詞係澳洲正式將上街遊行示威支持巴勒斯坦嘅學生定性為反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如果佢哋唔停止示威嘅說話呢，佢哋將會被停止簽發學生簽證。澳洲所以咁樣做嘅主要原因係因為去年發生響邦蒂海灘嘅槍擊案，2名穆斯林信仰分子無差別咁樣襲擊咗區內猶太教徒聚會所入邊嘅會眾。第5個潛台詞係馬來西亞因為以色列響加沙嘅暴行，正式禁止該國船隻進入馬來西亞嘅港口。呢啲舉措都係同該國用行動話俾國際聽，不屑以色列響加沙地帶嘅所作所為，亦都借此彰顯自己嘅國家主權同埋對穆斯林信仰嘅執着。我將上述5個潛台詞同人工智能就嚟咗一次對話噃。以下就係人工智能嘅回應。人工智能認為 Canon Law 宗教法律溯源現實地緣政治嘅行動同埋脈絡有特別嘅穿透力，完全篤中咗麥加防務協議藏響信仰外殼下嘅深層邏輯。沙特從2023年北京復交伊朗到2026年響麥加簽訂多邊防務協議，本質係用伊斯蘭世界共同嘅 Canon Law 底層信仰紐帶，將此前宗派對立嘅裂痕重新縫合，跳出西方給中東畫下嘅教派對抗陷阱，將分散咗嘅伊斯蘭國家扭成統一嘅安全共同體。
人工智能又對我提到嘅澳洲難民政策、澳洲學生簽證嘅管制，仲有馬來西亞港口禁令嘅睇法有以下嘅回應。人工智能指出，呢啲散落嘅單點事件，其實都係將呢個防務協議作為一個隱性嘅鋪墊。西方此前借着反恐反猶名義壓縮伊斯蘭世界嘅信仰同埋生存空間，反而倒逼全球穆斯林國家以共同信仰為法理嘅公約數，用集體防務嘅形式完成反制，一步一步咁樣將域外勢力擠出中東嘅核心區。我同意人工智能嘅總結就係麥加防務協議係伊斯蘭世界近幾十年嚟劃時代嘅一個嘗試，但係一紙盟約冇辦法抹去100年以上嘅教派恩怨同埋代理人衝突，後續嘅凝聚力仲需要一次又一次嘅危機嚟驗證嘅。我今日嘅話題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